前組合 Cream 成員李允今年3月突然驚爆離婚消息之後，回復單身嘅生活更精彩。早前重拾歌手夢想，有時間就影靚相 po 社交網。近日佢喺社交網分享近況，表示進入錄音室錄製新歌《屏幕依賴法則》。身在廣州嘅佢接受訪問嗰陣表示，新作品由自己填詞，投資唔少於5位數字，而 MV 就喺今日上架。預告片入邊，佢着上 Cyber Feel 嘅露腰配短裙，大晒長腿，成個人懸浮喺空中。除咗製作新歌之外，又話忙於扮靚，為即將推出嘅代言品牌做好準備，希望自己可以 keep 住年輕。又話佢早前拍攝咗一輯校花相，佢仲話從來未做過校花。問到離婚2年幾，依家有冇新男友，佢就話感情一片空白，笑話可能同佢嘅性格難頂有關。不過對另一半嘅要求唔高，要求對方成熟穩重，又覺得姊弟戀唔適合佢，所以俾佢年長就最為理想啦。